咱犹原徛伫坐念主祷文来做咱的功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能到，你的旨得成，就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错得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妹，请坐。咱同齐来启用《启用文》第17篇，诗篇第65篇。上帝啊，人着伫锡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压倒我。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踮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你出你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上帝河水满满，你管压田园，伤平土地。你赐福予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草埔嘛有油得滴。草埔用羊群做衫穿，因拢欢喜出声吟诗。咱同心来祈祷，至关无所不在的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阮大声要摆列阮的感谢的声。因为你无论你是毋是，拢是做阮的帮助甲保护。今年一场的流行病毒带来予全世界的灾难，这场灾难予阮看清人的软弱甲有限。主，总是阮恳求你赦免，因为阮所爱做的好，阮拢无法度去行；阮所无爱的歹，阮煞偏偏去行。主，求你施阮怜悯。只是我嘛恳求你赐福伫阮所要听的真理，你的神甲智慧临界伫阮的中间，互阮克调伫阮的心内，行做拢是照主你的旨意。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同齐来用读上帝的话，记在圣经跟到后书3章12节到18节。咱既然有这号的愿望，所以真好胆来讲，无亲像摩西用被打伊的面，互以色列人袂得通主无看到迄个在衰退的结局。若是因的心变作硬，到伫今仔日因读旧约的时，迄个被悠然伫地无现开，即个被对基督就废去。若是到今仔日，无论什么时因读摩西的册，被犹固打伫因的心，独独无论什么时因归向主，被就除去。但主就是迄个神，主的神伫迄位就自由。
咱正人的面无搭配，亲像行倒照主的阳光，拢变化做伊的像，对阳光到阳光，亲像对主就是神安尼。今仔日吴明翰牧师所要互咱信息是阳光到阳光。各位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搁来到咱中间，甲咱做伙分享。今仔日是大专奉献主日，为了大专中心的奉献来维持咱的大专伫咱青年的大专的宣教，以及咱信仰的栽培这是非常无简单的代志。当然嘛爱感谢咱东门教会的妇女团契，咱的妇女团契其实拢有固定为了大专中心的奉献，所以阮大专的学生其实因拢真幸福，因为因拢承受咱台南中会、咱的80几间教会的支持。当然，咱的大专的学生因嘛慢慢地认捌咱的各教会遮兄弟姊妹，因为其实遮学生因拢无拄是长老教会的囡仔，互咱差毋多有1/3是长老教会的囡仔，有1/3是外教派所以其实因是来到台南读册了才有机会接触到咱的大专的遮团契，有1/3因是自细汉。拢毋捌去过教会，因是甲因的朋友甲咱的大专的遮活动做伙组织，做伙来到咱的团契内底。当然，不管是啥物款的学生，伫上帝的眼中拢是因的囝儿，拢是上帝的囝儿。所以大专中心的遮的囡仔因拢真幸福。幸福的所在就伫咧讲，毋若伫因去到台南来到台南这个所在读册的时阵，还佫有一个亲像家庭的所在来排伊帮衬来甲因扶持。因若心内有拄着啥物款的困难，感情有拄着啥物款的问题，健康若出现啥物款的困难，因有人通找啦，有人通讲话，有人伫因的信仰伫因的心灵伫因的心神内底引带因，互因袂无路通行。虽讲因咱看起来因拢是大专的学生健康应该是足健康啦。感情应该嘛拢抑个足顺利，因为少年时阵看了足好看。迄个少年就是迄个咱讲年轻就是本钱少年就是好看，但是无拄每一个大专的学生每一个少年人伊心内拢会安尼感觉，伊家己是一个好常常大专的学生足自卑无感觉伊家己是好。健康也无甲你顾因为拢无咧困嘛无咧好认真咧食饭嘛无咧运动所以这是大专中心面对咱的台南16间学校的遮个大专的宣教，也搁一摆感谢咱东门教会兄弟姊妹一直以来对大专中心的支持甲奉献。伫未分享大声，咱先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当阮众人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来面对你。阮知你用你的话创造这个世间，你会用你的话创造众人创造万物。最后，你用你的话去引阮众人来面对你。阮伫这个世间，若要活了有见证活了有意义，独独爱明白你的话。当阮若明白你的话，佮照你的话去行的时，阮就真清楚，阮伫这个世间的生命的意义。阮甲人彼此的关系，阮甲阮家己人生的规划，阮拢真清楚。活点伫上帝你用话创造的这个世界，若无上帝你的话来引带阮就失去生命的意义。继续带领阮的每一个脚步，安尼感谢基督靠耶稣的名，阿门。今日咱所领受的经节是哥林多后书3章12节到18节。哥林多后书3章12节到18节当然，咱今仔日要对今仔咱所领受的经节来去做咱的分享歹势，我敢若无反应好，安尼，这是我控制的吗？敢若毋是OK， 好，不要紧。阮伫迄个大专中心，阮真强调一个思考，就是咱咧讲信仰教育就是讲咱毋望咱互咱的囡仔大专的学生，因会当认捌上帝。但是咱敢有想过，啥物叫做信仰教育？啥物叫做互人认捌上帝？咱甲咱的细囝讲你若信上帝，但是因当咱若是无伫因的身躯边的时阵因敢会去信上帝，就足歹讲啦。因为阮常常拄着即款的情形，就是大专的学生因来到台南了无爱去团契，
啊，但是因可能伫因的家族吼，伫因的家庭，伫因可能伫住台南嘛，住台中啦，还是住台北，还是住其他的所在，吼来到台南遮读册。啊，所以可能家长会敲电话来吼，甲我问，甲咱的办公室，还是甲我敲讲吼，我囡仔敢有去团契啊？有去教会做礼拜无？啊，当然阮一定关怀吼，因为其实因来到即个真生分的所在吼，因其实毋知影对有教会啊，嘛毋知影对有团契，阮拢会联络啊。嘛捌拄过即款的学生吼，你若敲去吼，你若讲你是牧师，伊会问你有啥物代志啊？吼，你要创啥？我也无找你啊，你是安怎要找我啦？吼，互牧师找可能无介爽快吼。啊，我也甲问讲吼，是安尼啦，因为你的家庭吼，恁的厝邻有人有阮有即个名单，啊是讲甲你关怀，啊恁的学长姐吼嘛会甲你邀请吼，互你做伙来团契。伊讲吼，我无要去团契啊。我讲是安怎哟？你哪会遐尼强啦吼，迄个情绪遐尼强，是安怎无爱去团契吼？是发生啥物款恐怖的代志吗？伊讲吼，我来到台南读册吼，就是无要去阮教会啦，就是无要去团契。我无爱搁甲基督教吼有啥物款的关系。其实安尼咧讲的时阵吼，我心内有一个足深的感触吼。迄种感触就是讲，咱咧讲信仰教育的时阵，你若甲咱的细囝讲吼，你爱信上帝，伊敢会听你的话？袂啦，想要讲伊袂听你的话。当伊若有家己的困难的时阵，伊有家己的生活，伊有家己生命要走出的方向的时阵，伊绝对无要听你的话。啊，若安尼，咱叫人爱信上帝，咱敢会发觉讲吼，真正上大的问题，毋是你叫伊爱安怎做，是你敢有法度讲出是安怎要安怎做，到底要安怎来完成这件代志。其实这个思考足简单，就是讲咱咧讲起啊，我甲我的细囝讲吼，你拜托你会食物件吼爱健康一点啊。吼，我的细囝8岁甲6岁吼，两个拢足细汉，但是因两个吼拢有共款的目标，就是因两个拢足爱食甜啦。吼啊，所以吼，因若是拄着汤啊吼，拄着迄个会当食的迄个物件吼，就足欢喜哦。迄个零食吼，妈妈若煮的吼，拢无遐尼欢喜啊。啊，若拄着零食吼，拄着迄甜的物件，就食啊足欢喜。啊，哥哥甲弟弟吼，佫会讨论啊吼。因若煮几盒吼，得着汤啊的时阵吼，因当然袂先食，因为因知影因若先食吼，中昼就食袂落，所以因会先藏起来。啊，藏起来了后吼，哥哥甲弟弟吼，因就会去讨论讲吼，因要当时吼，较来食即个汤啊。啊，因会甲妈妈讲啦，但是吼，有一天啊，阮大汉后生就问我讲，爸爸，为虾米你讲要限制阮食个汤啊？伊感觉食汤啊吼足好呢，食汤啊吼，迄个你嘛会饱，啊你嘛会爽快啊。吼，啊若有一顿拢是食汤仔的话吼，伊感觉会足欢喜啊。我讲吼，你讲的是对啦，你若食汤仔，你会足欢喜啊。啊嘛有一天吼，你会离开我无法度管辖你的啉食啦，你会当家己决定吼，目睭拢紧起来。真的吗？你讲我会当家己决定啊？我讲是啦，但是毋是真啊，因为你妈妈咧看你啦，吼，你妈妈伫边仔咧甲你看吼，无遐尼简单讲，你想要安尼做就安尼做，但是我爱甲你讲。你真紧就离开阮啦！阮真紧吼，都无法度管制你的食，你爱家己决定，你爱家己去思考讲是安怎你的父母吼爱要求你毋通去食汤啊。当然，等伊较大汉的时候，阮会开始解说，甚至解说了吼，阮会教伊要安怎分别，要安怎分别啥物？分别啥物叫做蛋白质，吼，分别啥物叫做蔬菜，分别啥物叫做白饭，吼，啥物叫做五谷饭，吼，啥物叫在食物的种类，你拢爱甲教，因为你若无甲教。你讲你爱健康，啊健康是啥物？健康其实有思考呢，健康有想法呢，甚至连困这件代志嘛是介重要吼。阮的囡仔拢困足久，吼，因拢是伊落细汉的时阵拢是7点半困到7点半，吼，因困12点钟，吼啊，若搁较细汉搁困愈久，啊若到真的时阵吼，因差不多拢是一个8岁，一个6岁嘛，因拢是对8点半啊困到透早7点半。吼，安尼哦，伊个小学爱去学吼，所以因真拢到7点20分就迄样叫起来。因咧困的时间非常的长，啊，当然囡仔拢会安尼啦。阮是安怎爱困遐尼久啊？即个世界遐尼趣味，吼，啊，哪会当，互阮迄个啊遐尼早就去困啊？啊，伊就开始，阮大汉后生就甲我讲一寡见证吼。因同学吼，拢是10点较困的啦，拢是11点较困，12点较困的。我讲吼，困无遐尼简单啦。困吼，对你的大脑的发展，对你身躯的发展拢有影响。你若无爱困吼，你若习惯，你的大脑、你的身躯的影响吼，拢会造成足大的威胁。这就是咱咧讲健康，健康无遐尼简单。吼，咱咧讲困，咱咧讲你爱信上帝，信仰教育无遐尼简单。
所以咱共款要对今仔日的经文吼，要来讨论，就是讲咱咧讲咱爱彼此相听，彼此相听其实无遐尼简单，歹势上一页。咱咧讲咱的囡仔爱健康吼，咱咧讲帮我起上一页，谢谢。是我起的吗？OK 好。咱咧讲迄个你的人生爱有规划，甚至你爱会晓理财吼。你家讲你爱理财，你家讲你爱对你的人生有规划，你甲讲无效，你爱互伊知影讲，这一切是安怎发生的，这一切的过程是啥物，伊爱知影真相啦。伊若无知影真相的时阵吼，伊袂有自我的要求。所以咱要对今仔日的经战吼，咱要来分享讲，啥物叫做信用教育？信用教育就是伫咱今仔日。哥林多后书3章12到18节安尼讲，伊讲阮竟然有即号的愿望，所以真好胆来讲，无亲像摩西用皮打伊的面，互以色列人袂通注目看到迄个得衰退的结局。想要讲要对即个所在开始讲信用教育，伫即个段落吼，伫12节到13节的时阵，伊安尼伊讲起讲，无亲像摩西，歹势，我伫无都试着下一页帮我试下一页敢好？OK。这字较大啦，安尼看较顺利。阮既然有即套的愿望，所以真好胆来讲，无亲像摩西用皮打伊的面，互以色列人袂得通注目看到迄个得衰退的结局。哥林多后书的作者，伊伫即个所在写出摩西用皮打面的即个故事啦。其实当时的人咧看即段经节的时阵，因若是受真好的犹太的教育的话，因就真清楚讲即个所在是咧讲起出来记34章，摩西打皮甲以色列人迄个面对面，因摩西惊讲伊甲上帝面对面的时阵伊的面发出荧光，所以以色列人毋敢看伊的面的荧光，摩西用皮打伊的面，伊讲互以色列人袂得通看到迄个在衰退的结局。其实即段落哥林多后书的作者保罗伊讲起讲，摩西用皮打伊的面会产生两个问题，有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就是摩西毋敢互以色列人看见伊面的荧光。第二个原因呢？第二个原因就是摩西毋敢互以色列人看见伊面的荧光会衰退啦。意思就是讲，迄个荧光你若无面对上帝去讲话，继续讲话的话迄个荧光会衰退去。若安尼，以色列人因为即两个原因、即两个问题因看无上帝的话，因共款用即个皮搭伫因的面、搭伫因的心，因无法度了解上帝的话。所以14节伊继续讲，伊讲若是因的心变做硬，到伫今仔日因读旧约的事，迄个皮犹原伫地无掀开，即个皮对基督就开去。若是到今仔日，不论啥物事，因读摩西的册，皮抑久搭伫因的心，独不论啥物事，因归向主，皮就除去。伫14节到16节，伊讲即个皮爱除去，伫基督内底就会除去。但是因若无除去的话，因永远拢无法度看清楚，无法度了解上帝的话。因若无法度了解上帝的话，即个皮抑阁搭伫因的心，因就无可能甲上帝有关系。所以伫即个所在，伊讲起讲即以色列人因的皮无掀开，因无法度看到真相。若是咱的经节的思考到遮的时阵咱就爱发觉一件代志：信仰教育若要成功你爱甲迄个皮掀开啦。甲皮掀开啥物意思？甲皮掀开的意思就是，当我若甲我的细囝教大专的学生咧教导讲我的信仰的分享的时阵，我拢爱甲因提醒讲，这是我对上帝的认捌，但是无拄是恁对上帝的认捌。我认捌上帝，恁嘛认捌上帝，我本身毋是上帝。我叫土啊，恁嘛叫土啊，我毋是土啊啦。所以我认捌上帝，恁认捌上帝，我本身毋是上帝。甚至连我即个讲道，迄拢是我对上帝的认捌，我对大家分享，伫圣经的引传内底分享，互大家了解。但是我本身毋是上帝，我本身若毋是上帝，我面所发出的眼光会渐渐衰退啊。伊若衰退，恁就看出我毋是上帝。安尼才是信仰教育的重点。信仰教育的重点是安怎？就是你爱将皮掀开，互你的细囝，互你身躯边这个人看见讲，原来你若甲上帝讲话，你的面会发出眼光，但是你若甲人讲话，你的眼光会渐渐衰退去。结果你身躯边这个人就会发觉讲，原来你毋是上帝，我爱家己去追找上帝。这信仰教育才会成功啊！所以伊继续讲17节，伊讲
当主就是迄位神，主的神伫迄位就自由。咱众人的面无搭配，亲像行倒照主的眼光，拢变化做伊的像，对眼光到眼光，亲像对主就是神安尼。到最后17节到18节的时候，伊讲主就是迄位神，迄位神伫迄个人的心上的时阵，伊就得到自由。当基督将迄个皮掀开，伊甲上帝建立关系的时阵，伊就得到自由。咱众人的面无搭配，亲像行倒照主的眼光。意思就是，我的面若发光，我不过是行。行本身敢会发光，袂啦。伊若会发光吼，拢是伊面对主的眼光。迄就亲像咱咧教导咱的囡仔，咱咧教导咱的大专的学生咧讲起讲啊，我安怎认捌上帝吼？但是我甲恁安尼教导，甲恁安尼劝勉，有一天吼，我会离开恁的身躯边。吼，我甲阮的细囝常常讲即件代志，我嘛之前捌分享过，甲阮的囡仔讲吼啊，恁知影虽然恁老爸老母对你的生活有侪限制，但是我毋望你得到自由啊。所以你3岁的时阵，你5岁的时阵，你8岁的时阵，迄限制拢无共款啊。以前拢袂当的吼，真拢会甲你解说。啊，解说到最后的吼，你若有接受，你就家己遵守；啊，你若无接受即个解说，你家己去敲揣吼，你身躯，你的生活顶面拄着的侪困难，的答案是到底是啥物？你家己吼爱去解决问题。阮大汉后生一直咧问讲吼，伊甲弟弟足歹斗阵啦，因为吼。阮是2个查甫囡仔啦吼，你敢若解阮甲阿伯的故事吼，迄就伫阮厝拢常常咧发生。对足简单的代志，一个新的玩具吼，伊若是多一个的话吼，像阮弟弟若送迄2个囡仔玩具吼，一个玩具若是多一个，我就问伊讲吼，你是安怎要送一个哪定啦？伊讲吼啊歹势，我才多一个哪定？我讲吼，你知影你送一个吼，即2个查甫囡仔吼是足大的考验啦。你若送互伊吼，倒来就是要考验因的感情啊。吼，啊哥哥若先摕着，哥哥就讲吼，这是我先摕着的。啊弟弟讲吼，迄是我甲阿叔讲的，我甲阿叔讨的。所以阿叔虽然先摕互你，但是是我家己讨的。吼，啊2个就开始伫遐玩啊。啊若开始玩吼，咱做爸母的爱伫边安怎？当然足紧就甲介入啊嘛，讲恁袂当相骂啦，你袂当吵，恁爱彼此相听。你家安尼讲其实是无效，因为吼，你若活当心吼，因就开始彼此怨恨，甚至会相拍，为着一台车吼，拍败因彼此的感情啦。阮常常是安尼做，因为因真较大汉啊，因会晓沟通啊吼，所以阮就伫边仔看。阮是安怎伫边仔看？因为阮要阻止吼阿东迄个该阮甲阿伯的悲剧吼，毋好伫因身躯边发生啦吼。但是阮伫边仔看的用意就是，阮爱知影讲因敢有法度解决问题，因敢有法度好好斗阵，好好讨论，好好了解因彼此内底的冲突是啥物来解决问题。所以像即款的冲突吼，伊就会看爸母敢有要出手，啊若无要出手吼，哥哥就想要甲伊的车收起来，吼要走去其他的所在耍，啊弟弟就安怎就哭啊啦，吼哭到有够悲伤吼，因为伊心内受着委屈，无公义啦吼，伊的生活内底无公义吼，吼因哥哥甲伊的车抢去啊，啊伊可能会走来爸爸妈妈家吼，互爸爸妈妈抱一下，但是吼，阮可能爱甲伊提醒吼，即个世界就是遮尔无公义啊吼，毋过恁兄弟仔吼爱会晓解决问题。恁两个爱会晓解决恁两个斗阵的问题，因为阮做爸母的吼，无永远拢要会当伫恁的身躯边啊。所以咱讲起，还是帮我起下一页吼。咱讲起继续下一页。咱讲起彼此相听，彼此相听其实有秘诀啊。即个秘诀吼是安怎？你甲咱的囡仔讲，恁爱彼此相听，其实是无效。即个秘诀就是安怎？即个秘诀就是。你爱练习吼，甲你心内的痛苦、心内的感受讲出来，互你身躯边甲你斗阵的迄个人听。伊若听有吼，伊就会甲你心内的想法甲你讲，这叫做彼此相听。进前，恁爱彼此了解，甲你心内的想法讲出来，我感觉足困难的。阮大汉后生吼，伊足够讲话吼，可能伊咧讲出伊心内感受吼，拢有条有理。啊，阮细汉后生吼，我若讲吼，啊，你心内受着啥物委屈吼，伊拢是大声吼啦，大声哭。因为伊若要哭煞吼，伊袂讲话啦，所以伊一直哭，阮就等伊，不要紧，你哭了吼，你就讲，你就哭了，啊，哭了吼，迄个我讲，会晓讲啊吗？来讲看卖，结果伊讲出来，讲，伊讲哥哥甲我的车，佮继续哭啊，啊，你搁爱等伊啊吼，30秒1分钟，你嘛是爱等吼，因为你爱互伊练习，甲伊心内话讲出来。第二个要件就是，伊爱练习去听别人心内话，这是大汉哥哥爱学的啊。彼此相听吼，第一个基础就是恁爱彼此了解。恁若无彼此了解，恁就无可能彼此相听。夫妻也共款，
吼，咱伫厝邻斗阵，咱伫咱的教会斗阵，拢共款。恁爱甲恁心内的话讲出来，你若无讲出来，无人知影你心内的话，无人会当了解你心内咧想啥，你心内感触是啥。你袂当讲哦，阮斗阵遐尼久啊，伊一定知影我心内感觉，无可能。人就是人啦，人非常的有限。吼，这叫做彼此相听。啊，若是咱咧讲迄个对人生的规划，吼，下一页吼，咱咧讲起对人生的规划，迄款财务自由嘛是共款。其实自由吼，咱咧讲起主的神伫迄位就自由。咱对自由吼爱加讲寡。咱讲财务自由，敢是你想要开钱就是开钱，吼，你想要安怎买物件就安怎买物件，毋是呢？你财务自由，你爱对自我有要求，你爱知影钱的本质是啥物啊？钱的本质吼，毋是互你俭起来的，钱的本质是互你实现你的愿望，实现你的梦想，实现你想要互即个世间变成啥物款的世间，安尼来去使用钱。所以你若是甲钱拢欠伫你的银行吼，欠伫你拢欠伫一个所在，欠到一个数额的时阵，阮大汉后生就甲我讲啊，爸爸，你毋讲你会一工会离开阮，你若离开阮吼，啊，你的车要安怎啦？你的电脑要安怎？我知伊爱我的车啦吼，伊爱我的电脑吼，伊爱我所有的物件。我讲吼，我的车敢有啥物代志吗？伊讲吼，你有一台汽车，啊，你有一台奥多麦，啊，你若迄落离开阮了吼，你若是迄落去上地遐了吼，迄大台车敢会当互我啦？啊，细台车吼，互弟弟啦。你看我有讲病无吼？弟弟讲不要紧，我较喜欢奥多麦吼，啊，细台车互伊不要紧。啊，我讲啊，过来咧。伊讲啊，电脑吼，迄大台电脑我拢分好啊，大台电脑互我啦。啊，细台的吼，弟弟就足生气啊。想到细台是我的，我较爱大台吼。啊，哥哥足巧，伊讲吼，细台较贵啦，弟弟。吼，细台较贵吼，你爱细台。我甲因讲吼，你毋免烦恼这啦，车也是电脑吼，恁老爸决定啦吼，恁无可能得到我的财产啦。你会得到的是我满满的疼。财产吼无可能成做恁斗阵的时阵的冲突，我无可能互恁做这件代志。但是我会好好培养恁，互恁有能力伫这个世间生活，互恁会当伫这个世间过一个诚实敬拜上帝的生活。安尼我若过往吼，我毋免烦恼你，这才是我上该安心的代志。但是吼，我的财产恁得袂到啦。毋是讲要互因过真辛苦的生活，是保证因真清楚钱财的使用吼。你若要伫钱财顶面得到自由，你着爱知影，迄钱吼是爱实现你的梦想的，实现你毋茫讲你的生活，你的世界是啥物款的世界，毋是摕来欠的啦。吼，这叫做财务的自由。啊，若咧讲起健康的自由嘛是共款吼。歹势下一页，大专的学生吼，到3年级的时阵吼，阮家己有做不精准的统计吼，因到3年级的时阵拢会变大箍啦。啊，我就问讲吼，是安怎恁大一的时阵拢散啊？啊，若大2的时阵吼，佫正常。啊，大三的时阵吼，怎大学3年怎像咧气球安尼分起来啦？因讲吼，明仔哥你毋知啦，台南的物件实在有够好食的。迄卤肉饭吼，迄卤肉，啊，佮有迄个饭吼淋做伙，哦，迄若要食吼，会当食几啊碗。啊，到大3的时阵，到大学3年的时阵，伊就想讲哇惨啊！我伫台南佫剩2年尔，迄无甲食有够吼，迄卤肉饭配鱼皮汤。吼，迄若无安尼甲食了有够吼，吼，迄足可惜。我讲吼，恁若自由去食物件，你的身体的自由就足快失去啦。你会用上紧的速度失去你身体的自由，因为自由吼是自我要求。你若无自我要求的话，你爱食啥就爱食啥。你对你的身体的自由无想法，我讲你卤肉饭食几碗，吼，我尽量食2碗若定，因为2碗拢是我拢点大碗的。台南吼点大碗的较会好啦吼。拢点大碗的，我讲吼，啊，你有咧运动无？有啊，我有咧运动呢吼，我拢去迄个公园散步吼，我迄个风咧吹吼，真舒适。我讲迄毋是运动啦，你若要运动吼，你爱真正足认真对运动有想法。你若对运动无想法，你无流汗吼，你的身体的muscle吼无增加起来，迄拢无算运动。伊讲啊，安尼要安怎？你若要互你的身体得到自由，你爱有自我要求，关系自由。财务的自由、身体的自由，拢是共款。恁若要得到自由，恁就爱有自我要求。下一页，所以伊讲打主就是迄位神，迄位神伫迄位迄位就得到自由。咱正人的面无搭配，即就行倒照主的眼光，拢变化做伊的像，对眼光到眼光，亲像对主就是神安尼。主的神伫迄位就自由。是安怎迄位得到自由？因为伊心内真清楚真相。真相是啥物？真相就是。阮老爸的上帝是伊的上帝，阮老母的上帝是伊的上帝。啊，若我家己吼爱甲上帝建立关系，袂当有配吼搭伫因的面，也是搭伫因的心。因的信仰若要得到自由，因家己爱去甲上帝建立关系。
所以咱若要互咱的信仰教育成功的话，足简单，甲咱的细囝讲吼，我毋是土啊，我毋是上帝。我虽然对你有所要求，我虽然对你做严格，但是吼，到有一天你爱得到自由，是安怎？因为你若得到自由，就表示上帝的心伫你中间，你家己甲上帝建立关系。到一天我拢会放手啦。我若放手，你就知影吼，恁老爸面上发出的眼光吼，毋是伊家己本身的发光呢，迄是上帝的眼光啦。上帝的眼光若无照伫我，你就看袂到我面的眼光。但是你爱知影，伫我面的眼光吼，拢会衰退去。当伊衰退去的时阵，你就看出恁老爸不过是人，我嘛会做毋着代志啊。我做牧师，我做辅导，我嘛会做毋着代志啊。我对大专的学生的教导，敢拢完全正确，无拄拄啦。我嘛不过是人哪定，我是镜，我会发出光，毋是我本身的发光。信仰教育若要得到成功，信仰教育若要得到有效，咱要互咱的囡仔真清楚，对眼光到眼光吼，毋是恁老爸咧发光，是恁老爸后壁迄位伊所面对的迄位上帝咧发光。你爱家己成做一面镜，甲迄个皮刻落来，家己去面对上帝，家己来发光。当咱的囡仔的面会发光，当咱的家庭的面当咱的家庭会发光，当咱的教会、咱们教会伫即个社区会发光，咱拢要甲咱的社区的人讲，咱拢要甲咱的厝边的人讲，咱拢要甲咱身躯边的每一个人讲，迄毋是我的光啦。阮教会做了无拄拄较好，阮的家庭做了无拄拄较好，我本身嘛无做了较好，是上帝咧发光，迄叫做对眼光到眼光。所以，当咱若每一届讲起眼光的时阵，咱心内爱有即款的感触，迄是上帝的眼光。我不过是镜哪定，咱无看见镜的发光的啦，拢是咧倒照上帝的光。当咱若唱着眼光，当咱若讲着眼光的时阵，咱拢爱对咱的囡仔讲，到有一天吼，恁爸母的信仰较水吼，拢无效，迄是爱互你家己甲上帝建立关系。恁爸母的信仰不过是互你看到即个眼光哪定，但是咱做爸母的，咱做一个信仰前辈，咱会真坦白甲咱的囡仔讲。我对你好吼，毋是我心情好；我对你好吼，会甲你彼此相听，嘛毋是恁爸母是一个足温柔吼、足诚实人，毋是啦。我的温柔，我的诚实吼，都是因为上帝甲我伫的。我的个性也无介好，吼，我的脾气嘛介差，但是我的自我要求、自我限制，互咱的关系得到自由。我知影真相就是上帝爱咱得到自由，咱爱面对上帝，互咱的面发出阳光。恁若家己爱面对上帝。互恁的面来发出阳光，恁老爸、恁老母、恁的牧长、恁因带恁的这信仰前辈，因本身拢未发光，安尼信仰教育较会成功。毋茫咱伫咱的每一届的礼拜、每一届的分享、每一届的祈祷、每一届的时光，咱拢会当真明白，这个阳光是对上帝来。若是对上帝来，咱会自我要求，咱会自我限制，咱会真清楚讲，我所引带的身躯边这囡仔、这学生。因拢要家己认捌上帝，咱所因带社区的这每一个兄弟姊妹，因拢要家己认捌上帝，因为主就是阳光的本身。咱做来祈祷，听阮的主，当阮搁一摆来认捌你的话，当阮搁一摆真深刻，将你的话刻伫阮的心内的时，阮就明白阮活踮伫即个世间的意义。活踮伫即个世间的意义，就是将阮心中的皮掀开。伫基督内底所献开的，阮会当直接来面对你。当阮面对你，来活出你的话的命令的时，阮就发出阳光来面对这个世间。随望这个世间看阮的教会，这个世间看阮的家庭，这个世间看阮的本人会发光。敢若过了袂歹，敢若活了真好。但是阮心内拢真清楚，这个阳光是对上帝来的阳光，阮本身袂发光。若毋是主你的阳光来倒照伫阮。若毋是阮亲像一面镜，将即个阳光来照出伫即个世间的时，阮不过是镜，阮无价值。阳光本身才是价值的来源。继续引带带领阮，互阮的信仰教育，互阮的感情的教育，互阮的财务理财的教育，互阮的健康的教育，拢会当得到成功。即款的成功，就是要互阮的囡仔得到自由。上帝，你的神伫伊中间，互伊知影要安怎生活，互伊知影要安怎忍者。互伊知影要安怎管理伊的财务、伊的时间，互伊知影要安怎管理伊的感情，会当彼此相听，将心内话讲出来，去认真去听别人心内话，好好来想出彼此相听的方法。我毋是去要求别人讲你爱信上帝，
毋是去要求别人讲你爱彼此相疼，要求别人财务自由，要求别人爱安怎做。阮真清楚，若毋是因看见真相、看见真理，上帝你的话伫因中间的话，因就永远无法度得到自由。继续引带领阮的每一个脚步，我哋感谢基督克耶稣的名，阿门。这时阵，我们邀请大家来看一段真短的影片5分钟的影片。影片看了，咱要请南大科技大学的辅导老师迄个吴巧玲老师，伊来分享伊伫大专的故事咱来做来看影片。一直以来，透过培力大专学生及在地居民为目标，目前服务11个团契，200多个人，并投入多位。台南大专中心成立于1956年，至今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一直以来，透过培力大专学生及在地居民为目标，目前服务11个团契，200多个人，并投入多位辅导陪伴学生。期待透过查经、议题讨论、专讲等多元的聚会内容，让学生在团契中成长，并培育学生提问与讨论的能力，思考信仰与自身的连结。在小学年当辅导的时候，大专会先教我们如何去查经，然后用怎样的方式是最适合带领别人一起查经。然后在之前查经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枯燥，然后非常乏味。然后但是经过大专的带领之后，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查经也可以用提问跟讨论的方式变得更有趣，也可以更生活化一点。除了各个学校团契的聚会以外，大专中心也会安排多项活动来培训学生，像是透过绘本探索内在及社会议题的阅读工作坊，也利用暑假在各教会举办的夏季学校带领小朋友认识信仰。另外还有毕业礼拜、圣诞礼拜各种工作坊等等，期待学生不只是在团契学习相爱，也将其所学带入家庭、学校及教会当中。然后我在大专中心的学习很多，所以我开始思考去，怎么把信仰实践在我的家庭生活。我爸妈常常说，小孩子就是回家报喜不报忧，说开心的事情就好。然后同样很多辛苦跟难受的事情，他们也一样自己默默承受，没有跟我们讲。但是其实所有人都很渴望被理解，家人也应该可以分享开心的事，但是也可以一起面对困难的事。所以我就开始跟家人有更多的倾听跟沟通，期待可以跟家人建立更好的关系。一开始也常常会很挫败，然后会吵架这样子，但是在大专的伙伴支持之下，让我更有力量去面对他们，也意识到就是要改善这个关系，不是短暂的时间就可以做到的。但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放下身段，然后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在家人的身边。然后我就发现，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可以感受到家人之间可以更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也学习用温柔的方式来理解对方，把自己的困难跟需要说出来的时候，反而可以更了解彼此的心。大专中心的活动是每个团契的学生辅导共同努力的成果，在座每一位会友也能够透过代祷、关心及奉献来参与大专的事工，让大专青年得着生命的改变。大专中心这间厝有淡薄仔旧啊，所以讲伊有一寡年岁啊，毋是讲遐尔啊坚固，有真侪需要整理和修理的所在。总是我嘛感觉伊是一个坚强的信仰团体，尽一切所有来帮助阮遮的学生认捌上帝。因为认捌上帝，就会用谦卑的态度反省家己，也拍拼用实际的行动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疼。伫台南中心所有的经费，拢是为台南各教会奉献来的。阮伫后壁也会看到有奉献的记录。这些年来嘛，真感谢各教会的奉献，才有法度继续进行这个事工。伫旧年，咱也顺利去建设无障碍的坡道和太阳能板的触电。希望互所有来到中心的朋友，拢会当自由自在的行动，嘛实践咱对环境议题的讨论，去听受上帝所赐的环境资源。嘛，伫遮要邀请大家用每一个月
固定营业的即个方式来为着大专中心来奉献，可能一个月100块、200块、500块，都会当为着一个学生来长期奉献。要用即个方式，主要是希望兄弟姊妹伫每一个月即个扣款的时阵，拢会当想到大专，想到大专的详细，会当做伙来关心参与每一个大专的事工。拢足紧张心拢浮浮的，足歹专心看代志嘛拢足细致吼，谨慎安尼。所以我捌因为想要转去厝，所以暗时阁会偷偷伫迄个棉被内底偷偷哭有一天我就找着中华阮学校附近有一个长老的教会，就是中山教会。想讲礼拜的时阵去礼拜看卖当我一行入去迄个礼拜堂，就听到敬拜的歌曲，迄是我以前捌听过，阁有顺序礼拜的顺序嘛，足熟悉。迄时阵我就感觉，原来遮个环境互我足安心的。礼拜的时阵，我就感动甲流目屎，想讲原来我毋管去倒位。我所相信的上帝，拢是同一个。毋管我去倒位，伊拢伫我的身躯边。所以迄时阵，我开始去彰师大专的团契，去遐聚会。伫团契内底，阮拢会做伙读经。透过遮的讨论分享，其实会当搁认捌上帝。甚至阮有一群人做伙读灵修的册。印象足深的是，阮伫大专团契的聚会有几啊摆是举办辩论会。透过迄个辩论会，阮的问题就是基督徒敢会当刺青，敢会当食薰，敢会当共毋是基督徒的人交往，甚至结婚。这个问题其实拢共阮每一天的生活有足大的关系，甚至是阮常常会拄着的问题。甚至是阮身躯边的人会甲阮问的，甲阮好奇，想讲基督徒拢爱上啥，拢安怎过生活。所以其实遮个问题，阮常常拢会拄着。透过遮每一届的读经，也是信仰的讨论，阮拢感受到原来信仰甲我的关系是遮尔近，嘛渐渐开拓我的眼光。伫即个大的家庭、爱的大家庭内底，其实逐个人拢彼此关怀，伫人生有成长，阁会当坚定阮家己的信仰。毕业了，有的人转去家己的故乡生活，所以转去伊的母会聚会。有的人伫外口找工课，找附近的教会做礼拜。其实毋管遮团契的人，也是学生毕业了后，转去因的厝，去逐所在，但是我感觉是伫团契内底，逐个人关系嘛是足好的，对。阮就亲像一
即马若准有学弟妹倒来台南找我，伊嘛会去南门教会做礼拜，啊礼拜了后，阮会有聚餐讨论讲分享阮最近的生活，搁分享伫大教会服侍的甘甜，对，就亲像阮伫大学的感情，若伫阮咧读册的时阵，甚至阮咧做工课的时阵，若阵阮毕业了出社会的时阵，阮的感情永远足好。我家己毕业了后，转去到南门教会，就我的母会拄好有一个机会接社青团契，就是一个团契，互社会青年，即个学生毕业了后，有一群少年人做伙组织。当时我家己期待我的母会的少年人会当有一群人，亲像就是大专团契安尼，感情足好做伙定定做伙讨论圣经查经安尼，所以我就用大专团契的方式来带这个社青团契。真感谢上帝引带，伫这几年来，我家己的母会开始有一寡少年人做伙组织，伫聚会内底。阮做伙讨论，做伙分享关怀，甚至定定聚会了，阮拢会留伫迄个教会讨论分享，拢无想要转去安尼。以前敢若是对我来讲，以前敢若靠爸爸妈妈来做礼拜，但是大汉了，才知影原来信仰是我家己的代志。因为爱家己去主动了解，甚至是去认捌即个信仰，建立甲上帝的关系。好佳在我伫信仰对婴仔的时阵，渐渐真做囡仔的时阵，有即个大专团契会当甲我陪伴，互我诚做一个培养我诚做一个基督徒，有搁较侪的思考，学习基督的样式，甚至转去到母会，我永远有即个服侍的心，组织一群少年人做伙服侍，希望大家希望大专团契会当继续陪伴像我共款，也是无共款的人，但是这个人拢是想要认捌基督信仰的青年。以上我是我的分享的想。这时，咱再来吟圣诗第200首《天顶讲起上帝的荣光》。
奉献。这是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第7面。小会公告第1点，本教会定伫7月初5下主日第1堂礼拜中举行成人洗礼、小儿洗礼甲外教派专入的信用告别，并伫中午12点40分伫社区发展中心甲米厅召开小会。第2点，本会伫6月2日已经举行问答会，准7月初5接受成人洗礼有周美智、林月云、柯焕文、陈月清、林子佑共5位；小儿洗礼有罗义熙、刘木恩等2位；信用告别的有黄春怡、杨瑞珍、吴伟林共3位。教会消息，本主日是台南大专中心奉献主日，大专中心派主任牧师吴明涵牧师到本教会讲道、请安甲报告，请会友兄弟为台南大专中心的事工关心大道甲奉献。第2点，本会自7月初5下主日开始恢复2场的主日礼拜。第1堂台语礼拜上午9点举行，
开放大礼拜堂甲二楼副堂的聚会，并提供网络直播。第二堂花舞礼拜10:45，仅有开放大礼拜堂的聚会，无网络直播。第三点，后礼拜7月初5到7月11是部会周，各部部长请调集部员开会。第四点，本教会定伫7月12日主日第2堂礼拜后，伫社区发展中心嘉义厅召开中职会，请中职团契机构首长有留时间出席，并伫7月初8下礼拜3以前将报告资料交予办公室的干事。第5点，因为端午节连假6月2日的奉献明细要伫7月初5的周报做伙刊登。第6点，7月9月的新港讲读经已经送到，请有登记的兄弟到办公室来领取。具体交通，第1点，本会可邀姊妹已经伫6月2、5日举行历练个别礼拜，依足感谢教会牧长、中职会友的关怀，愿主安慰伊足。我来补充报告。本会蔡明龙姊妹伫6月26日上午蒙主运调，享年58岁，定伫7月初3拜五上午9点入殓，9点半伫台南市立殡仪馆怀亲厅举行个别礼拜，愿主安慰伊足。咱再来掀开第8面，第8页团契消息。各团契机构恢复聚会时间，请看下面的公告。客友参加聚会，有缘爱戴口罩，双手爱消毒。请各团契的会员、客友，家己看恁的聚会的时间甲地点。特别要报告的是第8点，特别上学团契，伊每礼拜四的聚会的地点改伫伊利沙伯纪念教会教堂吼。咱来读本周的金句。我来读一解，兄弟姊妹来读2解。咱正人的面无搭配，亲像行倒照主的阳光，拢变化做伊的像，对阳光到阳光，亲像对主就是神安尼。哥林多后书3章18节。咱正人的面无搭配，亲像行倒照主的阳光，拢变化做伊的像，对阳光到阳光，亲像对主就是神安尼。哥林多后书3章18节。咱正人的面无搭配，亲像行倒照主的阳光，拢变化做伊的像，对阳光到阳光，亲像对主就是神安尼。到后书章18节，这是咱请姚新牧师来介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真多谢台南大专中心主任吴明汉牧师来咱伫遮主理咱的礼拜。我相信真侪咱的子弟嘛拢伫外县市，有参加教会，得到外县市的大专中心照顾。全台湾大专中心拢总有10个，所以咱望咱当继续支持大专中心的事工。第2点就是咱的老姊妹、可邀姊妹，个别礼拜伫顶礼拜4，就是6月25举行了。今仔日伊的囝苏木川兄弟要伫遮甲大家说多谢。木川兄在是倒位？伫遮请你甲你的查囝徛起来好无？甲大家这边甲大家一直讲，一直讲。好，请坐。今仔有一位姊妹林丽琪姊妹来伫咱的中间，毋知是伫倒位？坐咱遮嘿。好，欢迎你来。希望你会当继续来咱们教会聚会。好，毋知阁有第一遍来咱教会
遮写无着无？若有，请恁举手好无？哦，迄个，咱嘛欢迎大专中心今仔伫咱遮报国咱们教会的姊妹，吼。好，谢谢。好，安尼咱时间到序会。这时咱过来念祝福册签的诗，圣诗第395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请起立。愿上帝的平安，包括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佮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常常甲恁伫地。阿门。
平安呢。